是重罪拔血罪什么违犯外别解脱等利于内菩萨成的学处，以及持名密咒成金刚乘的三昧业界，被其世间的蒙视妄语无忏无悔等等能亲自回忆的一切罪业，都在上师金刚萨埵面前升起忏悔、畏惧忏悔之心、追悔之心，而惊恐万分，毛发本立，发露忏悔。此外，自己不能忆起的从无始轮回以来生生世世中肯定也积累了许多罪业，不复不常，发露忏悔之一切罪业，请求宽恕。在此时此地，愿一切罪障即刻荡然无存，全部清净，如是观相为厌患对治理。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四种对治理当中呢，就是在怨患对治理。那么怨患对治理呢，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们刚刚前面观想金刚萨埵佛。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想完金刚萨埵佛以后呢，就是相当我们去找一个人，找到这个人，在他的前面坐下来，开始讲述你的问题，你要需求的部分。就像这样的部分，就是开始去找一个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先观想金刚萨埵。那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先看一下这个人上上下下就是清楚了我找的人就是这个，没有弄错。那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的长相是什么样子，他坐着什么样子，他那个时候当下他在做什么，相当他是什么动作，全部都我们前面学过嘛，对不对？清清楚楚观想了以后呢，那要知道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能力那我今天讲这些是有没有用，全部都清楚了，那我就讲述所有的我们自己的一切的要讲的事情。就像我们从自己呢，就是从这些像比如说有没有造这些业，那五件罪里面我有没有是重罪里面有没有这些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想，那么我有没有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杀生有没有头道等等，所有一切我们平常讲的是不善业的一切罪业。然后同时也是最后我就想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今天，那我有在轮回当中一定有造很多很多的业，这些都是发露忏悔，那就是一个都不留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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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述，就是要想出来讲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些都是在那今天怎么说呢要想起来，然后就是在忏悔。那么这个呢就是怨患对治理。那么怨患对治理呢也是一样，平常都要知道，而且心里要有这个怨患对治理。怨患就是我要消业障，我要消业障，我要消业障，修行消业障，这个是长期心里就是要有的，离不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课。不光是我们修持金刚萨埵的那个当下的一个功课，完了以后呢就是一直可以放弃的那这样的话就不对。我们今天学习，而且是我们这次修金刚萨埵法，就是要起一个这样的作用，必须的我们要保持长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观想我往昔因愚昧无知造了那些罪业，如今依靠大恩上师的悲心，变成了懂得厉害之人，所以法愿从今往后纵欲命难也不再造那样的罪业，此为离二对之理。
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对治力这个方面在这个书本里面讲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有解释过嘛，对不对？对。前面上礼拜的时候，我们这个方面讲的比较清楚嘛，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我们上面讲的就已经是过去造过的这些罪业，要有一个懊悔的心，要有羞愧的，要懂得羞愧的这个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样，我要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具有能力的，能够可以救度我的。那我自己就已经是做了很多就是错误的事情。今天要找到这个人，他的面前讲述所有的经过的话，他能够可以救度我。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起心动念的心里面，就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准备感，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真心真意的真正的这个内心里面，就是要有一个产生一个懊悔的心，所以才去找那个人，才是主有用嘛。找的那个人谁？就是金刚萨埵。在金刚萨埵的面前呢，我们就完完全全就是忏悔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的内心里面要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懊悔心。没有懊悔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找到金刚萨埵，再次把这些都怎么说呢念或者是想也没有太大的用。那以后一样的也会造业一样的会造业的话，一样就没有用。实际上以后也会造业，有这种想法的情况下，好，这次先把过去的造业的部分先忏悔一下，以后再说吧。就这种想法是不可以的，以后再也不要再造业的那种，就像已经是一个人喝下毒药一样的这种内心的一个恐惧感，喝下毒药的这种懊悔心，这些都同时也要产生。然后接下来要念由我反拥头顶上。那我们就刚刚讲的反拥两个字，这个方面不用特别的解释嘛，对不对？这是自己就平常我们观修的时候就自己观想，我们平常都是灌顶的时候都是有这样。我们今天做莲花生大师的灌顶，或者是金刚萨埵的灌顶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把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身体身语意三门清净，无障碍无业障的也这样的一个观想，同时呢就自身成为本尊，对不对？自身成为本尊的时候，那肯定不是反拥嘛，对不对？那反拥是什么？那就是应该是比较不好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意思有。中文内容里面有吗？中文的这个理解里面有吧有。好，那就要知道这个，因为自己就造了业的，造过很多业的，所以呢就是在金刚萨埵的面前呢，就是比较有心情，就是有一点的那个愧心的懊悔心、忏悔心就是这样。然后白色莲花夜殿中这个方面我们前面有念嘛。白色莲花夜至中，红化金刚萨埵时，白米圆满报身相，直临持用白满目。我归以尊其消罪，蒙烈发露而忏悔。纵欲昧难永疏戒，尊心圆满业至上。弘自周匝周旋绕，一念咒力触北心。父母喜乐和合间，菩提心指甘露云。犹如冰片分降融，我及三界有情众。业苦烦恼因所成，病魔罪障做饭，什么堕饭会是吧？对。即至清净无语矣。
哎呀，这个我们就是上课前面都有念嘛，对不对？对。但是这两个版本有一点点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就不需要经过太多的解释，因为大家都大概初步的了解嘛，对不对？自尊自恋着扛着我。